Heidi 啊，嚟餐廳食飯最緊要係咩咧？哇！主席當然就係舒適嘅環境同埋清新嘅空氣啦。其實喺差唔多喺20年前喺餐廳食飯咧，可能會一路食飯一路硬食二手煙。咁喺2007年開始實施咗全面室內禁煙，業界咧有人擔心咧喺食開煙嘅客人咧可能唔嚟幫襯喎。但係實情係點咧？我哋請黃生同埋陳生過嚟一齊傾下。Hello，兩位，你好。條例實施咗之後咧，咁所有嗰啲茶餐廳以前煙霧迷離嘅景象咧冇晒，咁咧就反而多咗啲老嘅亂嘅家庭客，啊生意仲好咗添。和哥啊，我絕對贊成你講啊，因為我哋做餐飲咧，明顯睇到咧，成個工作環境好咗，另外員工嘅工作咧效率提升咗，咁啊健康又好咗喎，生意咧自然又好咗喎。其實吸煙對整個社會嘅影響係非常之大嘅。睇翻2021年嘅研究，吸煙同埋吸二手煙引致35歲以上嘅死亡人數咧，係佔全港死亡人數超過2.5成咁多嘅，而且對香港嘅經濟損失咧係達到超過99億添嘅。我知道政府嚟緊咧計劃展開短中長期加強控煙措施，當中包括咧擴大法定禁煙區嘅範圍，確實係喜訊啊！一個無煙嘅清新香港，唔單止保障市民嘅健康，仲提升香港嘅吸引力。係啊，相信到時咧有更多嘅遊客嚟香港消費旅遊，啊盡情享受香港嘅美食。